求啊，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具体化，通过一些事例，通过一些呢具体的行为来把它强化这种意识。第三个就是情境化。情境化是什么意思呢？情境化就是创设一定的氛围，或者是让那个情景再现。比如说孔融让梨的故事，对不对？可能我们把这个故事跟小朋友一讲完以后，他似懂非懂，但是我们通过可以创设像孔融让梨相类似的这种情景，然后去教他怎么去做，教他怎么去做。这样的话，他们才能慢慢的来，慢慢的来，才会有这种意识。我就讲一个我小家伙的啊，2岁现在啊，我经常一般我整体对他的评价是非常小气啊，确实是这样啊。他有了什么好东西啊？基本上是很难，也不愿意跟你们就是跟大家一起去分享的。他这个私欲占有欲非常的强。然后呢，我和我妻子就开始引导的时候啊，就是说，比如说，他买了1包糖，我就讲给爷爷给1颗，奶奶给1颗。最初他肯定是不愿意的，根本就不愿意。但是慢慢的这个引导，现在比以前好多了。但是这个引导过程啊，我们也要注意啊，我们的这一个呢，我们的老师、我们的长辈要配合。像他爷爷和奶奶非常的疼他，隔一代，对不对？所以那疼得不得了。他刚开始的时候啊，他把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引导下啊，把这个糖给他爷爷给他奶奶的时候，他爷爷和奶奶，他反应是什么呢？宝宝吃，爷爷奶奶不要，这下就麻烦了呢，对不对？他本来有这么一个引导和展示的机会，但是问题是他们没有接受。所以后来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他在给你们的时候，你们应当要来，对，应该要拿着，这样的话他才能够通过1次、2次、3次，不断的这个重复，他才能够有这种意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的生活，要把这个具体的这一些事例，把它呢，情境化。通过一种情境把它具体再来展现出来。比如说我们在教这个《三字经》它的这一个有关于天文地理的知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一个什么世界的地图、中国的地图，把它展现在他们的这个面前，然后让他们去找，你的家在哪里啊？对不对？北京在哪里啊？那这样的话他才会有一个概念，要不然的话对小朋友来讲他根本没有这一个概念。同样的，我们现在很多机构、很多学校，它都会在这个学校的走廊啊、楼梯啊，以及这个活动的场所去做一些布置，对不对？把一些这个名言名句啊，这些经典的故事啊，把它来，把它来通过一些恰当的这个方式和方法把它给创设出来、布置出来。但这也是一种情境化的一种方式，让学生让小孩一走进那个氛围里面，就能够受到熏陶啊，这是情境化啊。教学要求呢保证教学时间，合理安排教学进度啊，可以呢不求甚解，特别是对小朋友啊，小朋友他的这个不要有太多的这个讲解不愿意太多的讲解接受能力毕竟有限啊。第4个是争取家长的支持这个很重要所以大家就是说，在我们这个经典教育教学的过程中，要时刻跟我们的这个家长保持联系，要跟他们去沟通，把他好的表现、好的进步快的
要向家长汇报，把他应该要呢改正的，要请家长配合的一些呢习性，也应该呢也让家长知道啊，两方面共同去努力啊。赏识教育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啊，正面教育为主啊，少去批评。最后注意的两个问题，第一个呢是正确处理好知识学习和生活实践的关系，也就是说，学知识它最终的目的就是学做人啊，学做事。单纯的知识的教授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所以我们在这个平时的这个教学的过程中啊，并不一定要去强调啊，去比，跟什么机构去比什么呢？哎呀，你看我这个机构，我这小孩子放到我这里来，1年的时间，把《论语》全背完了，把什么全背完了，背了几万字，这是功利化的教育，这是功利化的教育，所以也就是说，对这一些纯知识性的这一种，它的这一个呢，记忆啊，我们不一定要很注重，关键注重的是什么呢？要他的行为的变化。如果一个小朋友，他的这个背诵的这一个程度不是和其他小朋友相比，不是很多，相对来讲要慢一点的话，没关系，只要他在行为习惯，在这个方面有进步的话，那我觉得就应该是非常值得肯定和表扬的一件事情。所以要正确处理好知识学习和生活实践的关系。我们在这个平时的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去引导，不要把它像什么单纯性的这个记忆去引导容易产生一个什么骄傲的情绪。你看今天，哎呀，我好厉害，我背了好多字，你老师我背第一，是不是？这其实不是一种好现象，其实不是一种好现象。第二个呢，要正确处理好汲取、传承、继承和批判阳气的关系。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知道，《三字经》以及包括我们其他一些我们的这个经典的著作，不可避免的有一些过时的东西，这个没办法的，因为那个时候的人和我们现在人所见识的、所思考的、所接触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现实，所以我们不能够是